各位觀眾，我想問一句，女人去到中年之後，點解有啲人突然唔再中意大紅大紫，唔再中意一身珠光寶氣，反而越來越中意白色、藍色、綠色？呢件事真係只係年紀大咗，審美變淡咗咁簡單嗎？我同各位觀眾講，唔一定，人去到某一個年紀，身上經常出現嘅顏色，往往唔只係一件衫、一條裙、一條絲巾，而係一個人內心氣場慢慢外露出嚟。有啲女人，你睇佢唔係特別打扮，唔係用名牌堆砌自己，唔係一出聲就要人知道佢幾有錢、幾有本事、幾多人錫佢。但奇怪嘅係，佢一行入屋，一坐低，一開口，身邊人就會覺得舒服。佢身上有一種靜靜地嘅福氣，唔刺眼但好耐看，唔張揚但令人安心。你會覺得呢個女人一定經歷過好多事，但佢冇俾呢個世界整壞。呢種女人唔係冇受過苦，相反，好多時佢哋先係受過最多委屈嗰批人。年輕時為家庭奔波，為仔女操心，為丈夫忍讓，為父母兄弟姊妹擔待，半世人唔知吞過幾多眼淚。去到某一日，佢哋終於明白，人生最難守嘅唔係青春，唔係美貌，唔係屋企有幾多錢，而係經過咁多年風浪之後，個心仲乾唔乾淨，個腦仲清唔清醒，條命仲有冇生氣。所以今日我想同各位觀眾慢慢講三種顏色。女人如果經常著白色、藍色、綠色，未必代表佢一定即刻發財，亦唔代表一件衫可以改變命運。我哋唔講迷信，亦唔講誇張，但從岑日飛人生智慧嘅角度去睇，顏色有時係一面鏡，照出一個女人中晚年之後嘅心境、氣質、腹部同守財能力。白色照出一個人個心有冇俗，藍色照出一個人遇事有冇亂，綠色照出一個人受傷之後仲肯唔肯重新生長。如果各位觀眾聽到呢度，覺得自己或者身邊有一位女人長年累月都離唔開某一種顏色，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低你最常注嘅顏色係咩？也請各位觀眾順手按個讚，分享俾身邊有緣嘅朋友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因為有啲提醒，早一日聽到，晚年就少一分走錯路，少一分破財，少一分心寒。人年輕嘅時候著衫好多時係俾人睇，想靚，想搶眼，想有人讚，想喺人群入面被看見，呢個好正常。年輕人有年輕人嘅火，有年輕人嘅光，但人過咗中年，尤其女人過咗半生之後，再揀顏色，往往唔再係為咗贏過邊個，亦唔係為咗證明自己仲有幾吸引。好多時佢揀嘅係一種令自己安定嘅氣息。你有冇留意，有啲女人年輕時好中意鮮紅，中意紫色，中意金色，中意一眼望落去好有氣勢嘅衫，嗰時候佢哋可能要見客，要做生意，要撐住頭家，要俾人知道自己唔可以被睇低。但經歷過婚姻嘅磨，仔女嘅遠，老人家嘅病，錢銀嘅壓力，甚至朋友背後嘅冷言冷語，佢哋慢慢唔想再住到咁嘈。唔係冇氣勢，而係佢哋開始明白，一個女人真正嘅美，唔係令全世界望住自己，而係令自己個心終於唔再咁亂。國學講，人有形亦有氣，形係外在，氣係內在。你講嘢嘅聲線，你望人嘅眼神，你行路嘅步伐，你點樣使錢，你點樣對仔女，你點樣對待幫過你或者傷過你嘅人，全部都係氣。顏色唔會決定你一生命運，但你長期接近嘅顏色，好多時會同你內心狀態互相呼應。心浮嘅人未必住得住沉色，心濁嘅人未必守得住清晰，心死嘅人未必願意接近有生命力嘅顏色。
我識得一個住喺舊區嘅女人，60幾歲，以前年輕時喺街市幫人賣嘢，嗰時候日日企喺檔口，聲要大，衫要鮮，笑容要撐住，就算身體唔舒服都要話冇事。佢年輕時最中意住紅色，因為紅色醒目，人客遠遠就見到佢。但後來丈夫病咗幾年，仔女各自成家，屋企少咗聲音，佢反而開始中意白色同淡藍色。有人笑佢話年紀大咗就住得淡，佢只係笑笑口話唔係淡，係我唔想個心再咁嘈。呢句說話好有味道。好多女人唔係忽然間唔愛美，而係終於知道安靜本身都係一種美。以前住衫係想被人睇見，後來住衫係想俾自己個心停一停。呢個轉變就係中年之後嘅智慧。人活到後半生，唔係乜都要爭，唔係乜都要贏，唔係每句說話都要回應，能夠將自己由一團亂氣慢慢養成一股清氣，已經係好大嘅福分。先講白色，白色喺今日呢段說話入面，唔係叫你扮清高，亦唔係話住白色就一定有福。白色最深嘅意思係乾淨，唔只係衫乾淨、屋乾淨、面乾淨，而係個心乾唔乾淨。女人去到中晚年，如果仲中意白色或者米白色，仲肯將自己收拾得清爽，往往代表佢心入面仲有一條界線。佢知道咩可以做，咩唔可以做，咩錢可以收，咩錢唔可以貪，咩說話可以講，咩怨氣要收返入口。各位觀眾，女人呢一生真係唔容易。好多女人年輕時為屋企付出，未必有人記得。對丈夫好，丈夫覺得理所當然；對仔女好，仔女長大之後有自己家庭，未必日日返嚟問候。對兄弟姊妹好，到婚前分屋嘅時候，反而有人嫌你攞多咗，嫌你講多咗。有啲女人被親人誤會，被朋友利用，被仔女冷落，被新抱女婿疏遠。你話佢心入面一啲怨都冇，冇可能。但最難得係有啲女人受過傷，仍然唔肯將自己變成一個刻薄嘅人。佢知道痛，但唔用痛去刺人；佢知道委屈，但唔日日攞委屈去綁住仔女；佢知道人情冷暖，但唔因此變到貪小便宜，講是講非，見人好就妒忌。呢種乾淨唔係天真，而係有定力。白色背後嘅福氣就係呢種定力。有啲人以為住白色嘅女人柔弱，其實好多時唔係。真正住得住白色嘅女人，心入面有把尺。佢唔中意鬧人，唔代表佢冇分寸；佢唔中意爭，唔代表佢唔知邊個對邊個錯；佢唔中意同人拉幫結派，唔代表佢冇眼光。佢只係明白人生去到晚年，口舌太多會傷福，怨氣太多會傷身，貪念太多會破財。與其日日同人鬥，不如守好自己一個乾淨嘅心。從生活風水嚟講，乾淨就容易生吉氣。屋企最怕唔係細，最怕係亂；人最怕唔係窮，最怕係俗。廚房長期油膩，廳房堆滿雜物，錢包塞滿舊收據，床底放滿唔捨得掉嘅破爛，嘴上日日講怨話，心入面日日記舊仇。咁樣嘅氣，財福點留得住？真正識守福嘅女人，佢未必有大屋，未必有好多金器，但佢會將屋企一角一角執乾淨，將錢一筆一筆記清楚，將唔應該講嘅說話慢慢收住。我見過一位阿姨住喺香港一間好細嘅舊樓，錢唔多，但永遠住得乾淨。佢最常住米白色上衣，褲都係簡簡單單。佢屋企細到轉身都要小心，但冇異味，冇亂堆嘢，連放藥同放錢嘅抽契都分得清清楚楚。佢有兩個仔，兩個都唔算好有出息，
間中返嚟借錢，佢唔係唔幫，但每次都只係幫能力之內嘅數。佢話：我係你阿媽，我可以幫你一程，但我唔可以將棺材本交晒俾你，因為我晚年失咗分寸，最後辛苦嘅都係你哋。有人話佢硬心腸，有人話佢計較，但到最後佢冇欠債，冇俾人呃，病咗都有錢睇醫生，唔使伸手問仔女攞生活費。你話呢係咪福？呢種福唔係天跌落嚟，係佢一生守出嚟。白色提醒我哋，晚年最貴重嘅唔係件衫幾貴，而係個心仲乾淨，手仲穩，錢仲有界線。再講藍色，藍色唔係冷淡，亦唔係孤僻。藍色係一個女人經過風浪之後，終於學識唔再用情緒處理人生。年輕時一受委屈就喊，一被誤會就急住解釋，一聽到仔女講重話就成晚瞓唔着，一見到人哋家庭熱鬧就覺得自己命苦。呢啲都係人之常情，但去到後來，有智慧嘅女人會慢慢沉落嚟，唔係冇感覺，而係唔再俾感覺牽住走。人老咗，真正傷心嘅好多時唔係冇錢，而係睇清楚好多關係。仔女有咗自己屋企，唔可能再好似細個時日日圍住你。新抱女婿對你客氣，未必真係親。兄弟姊妹年輕時一齊食苦，老咗可能為一層樓、一筆遺產、一句老人家偏心而反目。伴侶同你同床幾十年，亦未必真正明白你心入面嘅孤單。呢啲事講出嚟好冷，但好多老人家心入面都明。藍色氣質嘅女人最難得唔係佢唔傷心，而係佢唔俾傷心變成怨恨。佢慢慢明白，唔係每個人都會照你期待咁待你，唔係你付出幾多就一定有人用同樣份量還返俾你。人同人之間有緣深有緣淺，有啲人陪你一世，但心未必貼近；有啲人陪你一段，但已經足夠。學識睇開，唔係薄情，而係俾自己一條生路。易經講水，水最有智慧。水唔同石頭硬碰，唔同山爭高低，但水永遠道路行。女人到咗晚年，如果可以好似水咁，知道幾時進幾時退，幾時講幾時收，咁就係大智慧。好多家庭唔係毀於大事，而係毀於老人家太想控制，仔女太想逃，新抱太想保護自己小家庭，大家一句一句頂住，最後親情變成壓力。有一位母親年輕時成副心機放晒落個仔度，供書教學，買樓幫首期，娶新抱，又出錢又出力。佢以為個仔結婚之後都會好似以前咁聽佢話，每個星期返嚟食飯，所有大小事都問過佢。點知婚後個仔越來越少煩，電話都短咗，新抱又唔太主動親近。呢位母親好心寒，成日打電話問，你係咪唔要阿媽？你係咪有老婆就冇我？講得多，個仔更加怕聽，新抱更加有壓力，關係愈拉愈緊。後來有一日，佢同一位老朋友飲茶，朋友只係講咗一句，你再咁拉住佢，唔係拉反個仔，係拉斷條線。佢返屋企諗咗好耐，之後開始改，唔再日日追問，唔再每個星期逼佢返嚟，唔再喺電話入面呻自己幾慘。佢開始照顧自己，去散步、執屋、學煲湯，但唔一定等仔返嚟先飲，間中只係傳一句天氣轉涼，記得着衫，有空先返嚟食飯。奇怪嘅係，當佢唔再逼，個仔反而冇咁驚，間中真係會主動返嚟。呢就係藍色嘅智慧，唔係唔愛，而係愛要有空位，唔係放棄親情，而係唔用親情做繩。女人到咗晚年，最怕將所有寄望壓喺仔女身上，你越壓佢越遠，你越怨佢越怕。識得退一步，家先有氣；識得慢一秒，福先唔散。
識得唔喺情緒激動時講重話，晚年先少好多遺憾。所以藍色提醒各位觀眾，錢銀大事唔好喺心亂時決定，家庭說話唔好喺氣上心頭時講出口，尤其係退休錢、養老錢、保險、樓契、借貸，千祈唔好因為一時心軟，一時怕仔女唔高興，就全部交出去。真正嘅慈悲唔係冇界線，真正嘅愛亦唔係將自己晚年條退路燒咗嚟照亮別人。你有智慧先守得住福，你有分寸先守得住情。各位觀眾，如果你願意，可以喺留言區講一句，你而家最常住嘅顏色係白色、藍色、綠色定係其他顏色？更重要係呢種顏色係由幾時開始陪住你？係經歷咗一段婚姻、一場病、一件家事、一次破財，定係某一次心寒之後，你先慢慢唔再中意以前嗰啲顏色？有時一種顏色背後藏住嘅唔係審美，而係半生故事。跟住講綠色，綠色最動人嘅地方唔係青春，而係一個女人明明受過傷，仍然願意重新生長。人到中晚年，女人有一種好深嘅痛，係覺得自己好似唔再被需要。仔女細個時，日日喊住徐媽媽，飯要你煮，衫要你洗，功課要你理，病咗要你抱。到佢哋大咗，結婚搬走，有自己家庭，你忽然發現屋企靜咗，電話少咗，自己好似由一棵大樹變成一件舊家私。丈夫如果體貼，晚年尚算有伴，但好多女人等咗幾十年都等唔到一句真心多謝。你煮飯係應份，你照顧老人係應份，你捱病都要撐住係應份。去到有一日，你照鏡見到白頭髮，見到皺紋，見到手腳唔似以前咁靈活，心入面會有一陣酸。你會問，難道我呢一世只係為人忙、為人忍、為人老？但有綠色氣質嘅女人唔會俾自己乾枯到最後。佢可能喊過，可能失望過，可能有一段日子連出門都冇心機，但佢終於明白，別人需唔需要我，唔應該成為我活唔活得好嘅唯一理由。樹木唔會日日問路人，你仲欣賞我嗎？到季節佢照樣長葉，有陽光，佢照樣向上，有傷口，佢慢慢結疤。再長身姿，人都可以係咁。女人中年之後，如果仲願意學一樣新嘢，願意行多幾步路，願意種一盆花，願意為自己煮一碗好湯，願意同老朋友飲茶，願意買一件令自己心情舒服嘅綠色衫，呢啲都唔係小事，呢啲叫生氣。生氣唔係大喊大叫，唔係同人爭高低，而係個人仲有向前嘅念頭，仲冇放棄自己。佛學講無常，人會老，關係會變，身體會退，仔女會離開自己嘅懷抱，錢財亦有來有去。如果一個人死死捉住從前，就會苦；如果一個女人永遠只記得自己犧牲過幾多，就會如活如願。福報唔只來自你曾經為人付出，亦來自你後來有冇好好照顧自己。因為一個人長期唔愛自己，最後一定生怨，怨氣一重，屋企氣就硬，身體氣就塞，財氣亦唔容易流動。我識得一位退休女士，以前年輕時幾乎冇自己，丈夫唔多講嘢，仔女又忙。退休之後，佢一開始好失落，日日望住部電話等仔女打返嚟，日日喺屋企睇住舊相，諗自己以前幾辛苦，諗得多人就頹，面色灰，講嘢都多咗怨。後來佢開始喺露台種幾盆薄荷同小綠植，初初只係為咗打發時間，點知每日淋水剪枯葉，望住新芽生出嚟，佢個心慢慢鬆返。之後佢開始每日落樓行一圈，見到街坊會打招呼，周末會試整新許，唔再等仔女返嚟先肯煲好湯。幾個月之後，
仔女返屋企都話阿媽你好似精神咗，佢笑笑口話我以前成日等你哋俾我生活，依家我自己俾返自己少少生活。呢句說話其實好有福氣，因為當一個女人唔再將自己嘅快樂全部交俾別人，佢嘅命就開始有反根。綠色提醒我哋晚年唔可以只係捱到最後身體會病，心會苦，錢亦可能因為孤單而亂花。有啲老人家因為寂寞，聽到人講幾句甜言蜜語就買貴嘢，加入奇怪投資，甚至借錢俾唔可靠嘅人。點解？因為心入面太枯，太想被人需要。當你有自己嘅生活，有自己嘅生氣，有自己嘅節奏，你就唔容易俾人用幾句好聽說話牽走。守生氣其實都係守財福。白色、藍色、綠色，如果分開睇只係3種顏色，但合埋一齊睇就係女人後半生一條福氣之路。白色係守心，唔俾怨氣同貪念弄濁自己。藍色係守志，唔俾情緒同關係牽亂自己。綠色係守命，唔俾傷痛同孤單耗乾自己。女人真正有福，唔係因為一生冇遇過壞人，唔係因為仔女一定孝順，唔係因為丈夫一定體貼，亦唔係因為銀行戶口一定有好多錢。真正有福係遇過壞人之後個心冇壞，經過冷淡之後眼冇盲，受過傷之後命冇枯。各位觀眾，呢個世界好現實，你心太亂容易破財，你心太貪容易被呃，你心太怨容易同人結惡緣，你心太枯容易用錯方式買安慰。女人到咗晚年，守財唔係淨係將錢鎖喺櫃桶，亦唔係對所有人都冷冰冰。真正守財係有清醒嘅心，有穩定嘅情緒，有唔被寂寞吞噬嘅生活，咁樣錢先唔會因為一時心軟流走，福先唔會因為一時怨恨散走。有2個女人同樣有一筆退休錢，一個因為寂寞，邊個講甜說話都信，仔女一開口就全部攞出嚟，朋友一話有高回報就跟住投，買嘢又怕自己唔夠體面，最後錢用晒，人情又冇留住。另一個女人生活簡單，心長亦遠，但佢有界線。仔女真有困難，佢幫，但唔會幫到自己冇退路。朋友介紹投資，佢聽，但唔會貪快錢。身邊人講是講非，佢笑笑口唔落場。第2個女人未必好風光，但愈老愈穩，呢種穩就係晚年最大嘅福。所以我哋千祈唔好誤會，以為今日聽完，聽日買件白衫、藍衫、綠衫，命運就即刻改變，唔係咁嘅。如果一個人住白色，但心入面全部都係算計，白色只係一塊布。如果一個人住藍色，但講嘢句句要贏，處處要呃人，藍色唔會變成真正智慧。如果一個人住綠色，但日日困喺舊傷入面，唔肯離開，消耗自己嘅關係，唔肯照顧身體，綠色亦救唔返佢嘅生氣。岑日飛智慧啟發我哋，做人唔好只睇外相，要睇一個人點樣經過逆境。外表可以一日打扮出嚟，但氣質要用好多年收出嚟。一件衫可以今日靚，聽日舊，但一個女人收出嚟嘅心性會陪佢走過晚年最難嘅路。真正改變命運嘅從來唔係顏色本身，而係你着住呢種顏色嘅時候，願唔願意收好自己個心，守好自己嘅福，管好自己嘅錢，放低唔應該再背嘅怨。如果你近排覺得屋企氣好重，心入面好多怨，錢銀又成日亂，可以試下從白色開始，唔一定要大改屋企，先執一個角落，抹乾淨一個櫃桶，清走錢包入面冇用嘅舊紙，將存摺、保單、重要文件放好。你可以揀一日住一件白色
或者米白色嘅衫，唔係為咗招財，而係提醒自己今日少講一句怨話，少理一件閒事，少貪一分唔屬於自己嘅利。外面乾淨少少，入面都會慢慢清少少。如果你近排成日為仔女、新抱、女婿、兄弟姊妹而煩，個腦停唔到，夜晚瞓唔好，可以借藍色提醒自己慢一慢。你可以用一條藍色絲巾，一件藍色外套，甚至一隻藍色杯。當你想打電話責怪仔女之前，停一停，問自己呢句話講出去會令關係近啲定係遠啲？當你想因為心軟而借出一筆錢之前，停一停，問自己呢筆錢出去之後，我自己仲有冇保障？藍色唔係叫你冷血，而係叫你清醒。如果你覺得自己被人遺忘，覺得晚年冇意思，覺得每日只係等時間過，可以借綠色養返一口生氣，放一盆容易照顧嘅植物，唔好一開始就搞到好複雜。每日臨水時同自己講一句，我都要好好活。天氣好就出去行下，唔好成日困喺屋企，煮一餐自己中意食嘅飯，唔好成日等齊人先肯對自己好。剪走一段令你長期疲倦嘅關係，少見一啲只會攞你便宜嘅人，呢啲都係風水。風水唔一定係擺大件法器，有時風水就係你今日肯唔肯為自己留返一條路。各位觀眾，女人去到晚年最怕唔係老，係老得冇自己，成世人為人煮飯，為人儲錢，為人擔心，最後連自己想住咩顏色，想食咩，想過咩日子都唔知道，咁樣其實好心酸。今日講3種顏色，最後唔係想各位觀眾只記住白色、藍色、綠色，而係想你記住晚年真正嘅福氣係個心唔濁，個腦唔亂，條命唔枯。白色教我哋守心，人可以受委屈，但唔好將自己變成怨毒嘅人。人可以窮一時，但唔好為咗小利弄污自己嘅晚節。藍色教我哋守志，親情要珍惜，但唔好用控制換親近。錢可以幫人，但唔好幫到自己冇路行。說話可以講，但唔好句句都用情緒開刀。綠色教我哋守命，曾經付出過，唔代表以後就只能等人回報。曾經傷過，唔代表餘生就要枯乾。年紀大咗，仍然可以慢慢長出新葉。一個女人最靚嘅顏色唔一定住喺身上，而係藏喺佢多年來點樣做人，點樣受苦，點樣放下，點樣重新活過嚟。有人一身名牌，但滿身怨氣；有人衣著簡單，但坐低就令人安心。到最後，老天真正偏愛嘅唔係最會打扮嘅人，而係歷盡人情冷暖之後仍然守得住善念、分寸同生氣嘅人。如果各位觀眾而家正面對金錢、子女、新抱、女婿、兄弟姊妹或者晚年孤單嘅難題，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低，我會喺之後嘅影片揀大家最關心嘅問題，繼續同各位觀眾慢慢分享。人生到咗後半場，最需要嘅唔係大道理，而係一句聽得入心嘅提醒，一個做得到嘅方法，一份知道自己並唔孤單嘅安慰。如果各位觀眾覺得呢段說話對你有一點提醒，請幫我按個讚，分享俾身邊一位需要聽到嘅朋友，也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等我可以陪各位觀眾一齊學識守住福氣，守住錢財，守住晚年最重要嘅安穩。願各位觀眾由今日開始，唔只揀一件適合自己嘅衫，亦揀返一種適合自己晚年嘅活法。